大家好，今日想講啦，HL117EW 去重新連接個配對嘅個方法好簡單啦，裝個 HomePod 啦，都係擺翻喺個拖把嗰度，開啟電源，等待系統完全啟動。正常嘅話，WiFi 燈會長着，就唔會閃動嘅情況下，就係完全啟動㗎啦。咁做配對嘅話咧，好多時都係可能客戶買咗新嘅裝置啦，要加入個網絡啦，都要咁重新去做個連接啦。或者有陣時我哋會可能個裝置斷咗嗰個連接，都要重新咁做翻一次嘅，咁就可以做翻配對。咁長按嗰個 WiFi 嗰個燈掣5秒，我哋數住1、2、3、4、5，放手，系統會重新啟動嘅。咁你睇一睇個燈掣會熄咗，個 power 燈閃一閃之後，佢會重新啟動。當系統重新啟動嘅時候，HL117EW 會還原預設嗰個配對模式，還原返去出廠模式嘅。咁我哋就可以啦，準備去按另一隻嗰個 Simple Connection 個掣。咁咧，因為個 HL117EW 咧有 WiFi 嘅功能。開啟嘅時候就會比正常嘅冇 WiFi 嘅 HomePod 咧會耐少少嘅，咁都係等待下啦。好，大家而家咧就見到 WiFi 燈係長着啦，Power 燈都係長着嘅。咁按住 Simple Connection 個掣2秒，1、2，放手，Power 燈會閃動，跟住我哋按 HL117EW 嗰個 Simple Connection 個掣2秒，放手，你都會見到個 Power 燈會閃動。之後系統會重新自動連接個配對嘅，你會見到而家個綠色燈就會着咗嘅。咁我就另外一張相咧就會清楚啲，咁顯示係綠色燈係會着咗嘅。咁設定完成㗎啦。